SSSSSS88882026年5月2日，雙腿冇力比肥胖更危險。哈佛研究指出，長壽關鍵在腿部，不只影響行動力，還有大腦健康。原來腿部健康與身體健康息息相關。這3招高效鍛鍊雙腿肌力的運動，快學起。談到長壽與健康，許多人專注於 BMI 飲食控制，除了肥胖之外，哈佛研究最新觀點指出，腿部肌力可能才是影響壽命與老化速度的關鍵。畢業於哈佛、史丹佛大學的腸胃科醫師 Saurabh Sethi 指出，強壯的下肢有助於血糖代謝，降低慢性病風險，還與大腦健康、行動力有關。以下整理最新的長壽關鍵討論，同時透過醫師解釋與研究報告解釋，為什麼想要更長壽、更健康，該從練腿開始。不是肉類、雞蛋最健康蛋白質食物，竟是它。豆類抗氧化又助降血糖。哈佛研究推薦這5類高蛋白食物。哈佛博士推薦雞蛋瘦身法菜單。水煮蛋這樣吃實測2週瘦9公斤，突破減肥停滯期。長壽關鍵腿部肌力原因1，減少跌倒、骨折與死亡風險。長壽關鍵腿部肌力原因2，與人體代謝相關。長壽關鍵腿部肌力原因3，和腦部健康相關。增強腿部力量的運動。基本深蹲運動、靠牆深蹲、瑜伽深蹲。增肌該怎麼吃？長壽關鍵腿部肌力原因1，減少跌倒、骨折與死亡風險。哈佛研究腿部肌力、長壽、肥胖、飲食控制、血糖、代謝、深蹲、腿部運動、大腦健康、增肌。哈佛醫學院醫師 Dr. Saurabh Sethi 提到，40歲之後，下肢的肌肉力量開始下滑，因此增加跌倒、骨折，甚至死亡風險。像是高齡者一旦發生髖部骨折，死亡風險高達20%至30%。長壽關鍵腿部肌力原因2，與人體代謝相關。黑菲爾、優格、優露乳、益生菌、免疫力、消化、腸胃系統、代謝、歐美、健康。Sethi 醫師解釋，下半身是人體最重要的代謝引擎，因為超過1半的肌肉量集中在腿部，而這些肌肉在餐後血糖調節中也扮演着關鍵角色。也就是說，腿部越強壯，血糖代謝越穩定，平衡感越好，能量調控也更穩定。若腿部冇力，則會引發一連串代謝問題，包括血糖控制變差、胰島素上升以及內臟脂肪增加。這也表示着，像是脂肪肝、糖尿病、多囊性卵巢症候群、PCOS 與慢性腹脹等問題，可以透過重訓達到改善。隨着肌肉量提升，胰島素敏感度會提高，三酸甘油脂下降，肝臟脂肪減少，慢性發炎反應也能獲得緩解。長壽關鍵腿部肌力原因3，和腦部健康相關。大腦老化，延緩老化，大腦年輕、失智、健腦。日常習慣，活化大腦，健康生活習慣，冥想、飲食、人生目標、運動、舒壓、社交、健康飲食、水分。Sethi 醫師也指出，越來越多研究顯示，腿部力量與大腦健康相關。例如，腿部較有力的人，也擁有更好的記憶力，對於失智風險也較低，認知處理速度也比腿部冇力者更快。增強腿部力量的運動。哈佛研究腿部肌力、長壽、肥胖、飲食控制、血糖、代謝、深蹲、腿部運動、大腦健康、增肌。Sethi 醫師建議，不論年紀都可以透過深蹲、弓箭步、踏街運動、彈力帶訓練以及上坡行走來幫助增強腿部力量。在日常生活中多走樓梯、少搭電梯也很有幫助。同時建議大家越早開始強化腿部力量，就越能為未來數10年的獨立生活與健康打下穩固基礎。基本深蹲運動。微深蹲、燃脂、肌肉、抗老。日本小林宏幸深蹲、膝蓋、老年人膝蓋、腿部訓練、瘦腿。雙腳與肩同寬站立，雙手可向前伸直或交叉放於胸前，背部保持挺直，將臀部向後向下坐，像坐椅子一樣慢慢下蹲，再用腿部力量回到站姿。過程中視線直視前方，膝蓋下蹲時避免超過腳尖，重複動作即可。靠牆深蹲。健身、健康、運動、有氧、深蹲、靠牆深蹲、減肥、瘦身、苗條、曲線、美體、瘦身、核心、肌肉、肌少症、超慢跑、慢跑。選擇一面平坦的牆，將背部緊貼牆面，雙腳與肩同寬，想像有一張椅子，慢慢往下蹲坐，直到大腿與地面平衡，膝蓋呈90度彎曲，腹部收緊，下背貼牆，避免將壓力集中在膝蓋。初學者可先停留20至30秒，逐漸延長到1至2分鐘，結束時緩慢向上，避免突然用力站起。瑜伽深蹲。哈佛研究腿部肌力、長壽、肥胖、飲食控制、血糖、代謝、深蹲、腿部運動、大腦健康、增肌。雙腳可打開至比肩膀寬1點，腳尖朝外，腳掌完全貼地後慢慢下蹲，保持背部挺直，雙手合十，手肘向外頂按膝蓋，避免抬頭或低頭過度，讓頸部與脊椎成一直線，同時維持1至2個深呼吸的時間。增肌該怎麼吃？
蛋白質吃法、攝取時間、蛋白質健身、攝取量、標準、增肌、減脂、氨基酸、肌肉、飽足感、三餐、專家、運動、長肌肉、代謝窗口。除了靠運動增肌外，高敏敏營養師也指出，即使是飲食也能增加身體肌力的方法。補充優質蛋白質，攝取良好的蛋白質加適當的運動，可幫助增加肌肉量。優質蛋白質建議每日吃6至8份，可多攝取原形為主如牛奶、雞蛋、瘦肉、豆製品。補充維生素 D， 維生素 D 幫助強壯骨骼，維持骨骼密度，促進鈣質吸收，幫助維持良好的肌肉功能，保護肌肉組織不耗損。確保鈣質充足，有健康的骨骼才能支撐起我們的肌肉，而鈣質也會隨着年紀增長而流失，因此補充鈣質就成為抗老很重要的一步。建議一天吃到1000毫克鈣質，可減緩骨質流失，保護肌肉組織。一周快走3次，除了快走，像是散步、游泳、瑜伽、太極拳都可以，主要是增加肌力，減緩退化。不過也很建議平時較少運動的人要慢慢增加運動時長難度，切勿突然做很激烈的訓練，反而容易造成肌肉受傷。熱量要足夠，許多人為了要減重，會節食又運動，導致熱量攝取不足。雖然體重往下降了，卻很有可能是肌肉被消耗掉，反而變成了二胖的泡芙人。因此要有良好的飲食攝取加運動，才能正確消耗脂肪，增長肌肉。睡眠要足夠，熬夜容易導致身體發炎，而發炎會影響身體合成肌肉的能力，進而導致肌少症。因此擁有足夠的睡眠，才能降低發炎因子並刺激生長激素。Dr. Lam